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第几台新闻世界通，我是蔡有欣。为着要感谢国军守护国家6间国际航空公司，对7月开始，只要军人提供证件，就会当优先上飞行机。不过，即马国防部有规定，讲官兵出国袂使查身份证明，这就防质疑讲，这个犹太是看有食无。好，国防部就讲话啊，因讲会甲相关的限制来提调。 交通部长陈世凯、国防部长顾立阳到场比赞，官兵摕军人本人优先登记的牌啊。对于7月开始，6间国际航空公司共同推出现役军人坐国际线航班，享有优先登记的礼物方案。陈世凯讲是为着表达对国军保卫国家的敬意。未来第2阶段希望扩及到现役军人眷属。 我们也希望在第2阶段，在身份认证上面，对航空公司来说便利的状况之下，我们希望眷属能够列入第2阶段的这个优惠。看似是一个平衡的安排，但是却蕴含对军人恪守职责的认同跟感谢，对国军官兵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未来国际航空航班伫进行登记作业时，会经由登记公布邀请军人优先来登记。军人只要提出军人身份证，工作人员看过了后就使有礼物。也不过根据国军人员身份证明管理要点，规定官兵袂使查身份证明出国，防质疑礼物恐惊看会到食袂到。国防部赶紧应应。国防部已经配合修正了相关规定，删除不得携带身份证明出国的条文，调整为连国内的航线都可以比照的话，更好的一个方式。那当然，这个也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因为毕竟这些会影响到一般的百姓。就伫国内推广建军文化同时，强军亦搁对台湾增加军事压力。 进前524年假，强机侵略台湾的数量有小可较减少。也过国防部初6公布，一天查到38架次强机、7架强艦、1架公务船伫台海周边活动，国军也是严密来监控处理。记者综合报道。 也顶个月，总统府发布《总统人公报纪念日甲节日的实施条例》，是加4天的这个固定假日，也轮到这是全国放假。即马内政部是根据条例授权，对今年的6月15警察节开始，全国的警察机关、警大甲警专是休1天。也消防署呢嘛要来对咧做，每年开始的1月19消防节，消防人员嘛放假。警察的宽业促进会就表示讲，警消的人力无够，希望讲这个问题会当来受到重视，来调整加班的待遇，嘛呼吁政府爱甲警察、爱甲消防这公务员列入去职业安全卫生法，互因受到保障。 欢喜和圣罗西亚籍的博士毕业生做伙翕相。总统赖清德就任了后，第2摆参加警察大学的毕业典礼，除了呼吁大学未来的国家新力量爱重视人身的安全，高好家庭，鼓励警大的校训绳来鼓励因。层有分3个层次，不自欺，也不欺人。面对工作的困难，我们要了解自己的不足，那也不要自我夸奖。更重要的是。 不能够吃案。顶个月，总统府发布总统令，公布纪念日和节日的实施条例，除了增加4加1天的固定假日，今麦内政部嘛根据条例的授权，确定对今年6月15警察节开始，全国警察机关、警大、警专休假1天。在守护不打烊、治安无空窗以及民众安心的前提下，未来警察节将由各警察机关依辖区的特性、治安状况及勤务的需求等。 规划所属同仁放假事宜。那轮值人员会当报销，那唔是轮值人员拄着拜六礼拜，嘛同款会伫前后上班日报销加1天。那是警察、消防署嘛对咧做，每年的119消防节嘛会比较办理来休1天假。迄天若是有上班，也是留守的人员，会当选别天来请休。基层的警察嘛欢喜看到警察节以后，唔那只是纪念性质，但嘛希望受过长的工时的问题，嘛会当互看到解决。在当初那个工时有改革的时候，他其实有要求说，一般那个员警的每个月加班时数不可以多于60，外勤是不可以高于80，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 实际的落实，然后其实警察他的辛劳跟危险程度可能也比一般的劳工还要多，但是他领到的加班费却比你原本领到月薪相对折算下来的时薪还要少，所以我们认为说这样很不公平，我们的诉求就是应该要
领全薪。面对长期以来工时拢真长，含欠人力，警察权益推动协会是发话讲，除了解决加班的待遇，希望政府会当甲警消这公务员比较劳工，嘛抗日战法来保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籍的教师张立泽，因为有中国的定居证，去互陆委会废除台湾的身份。未来因若要来台湾，就要申请入境许可。也这嘛是因为有中国的定居证来注销台湾身份的第一例。张立泽这边就反击，讲两岸条例呢也无明确确定讲这个有中国的定居证，就会失去台湾的身份，是批评陆委会非法滥权。那已经废止张立奇的台湾身份啊。那未来他如果要来台湾，必须要依照两岸条例相关规定申请入境许可，并经过同意以后才能够入境。这福建华侨大学教册代职人士张立泽，互陆委会点名废止台湾身份，也是4月了后第一例。主要是张立泽伫104年领中国定居证，陆委会表示，若民众伫中国有户籍，包含有中国身份证甲定居证，会失去台湾身份。不过张立泽也回应反击，非法行政滥权给迫害，我坚决的要反抗这些。绿色恐怖，大陆真的是比台湾更民主、更自由。张立泽批评陆委会非法滥权，质疑行政部门无经过修法就取消台湾人民合法的身份。国民党立委认为，不断个人的身份应该按有明确的法律甲证据，免凊彩延伸法律定义。不过，民进党立委强调，陆委会符合法律。剥夺公民权是一个很大的处分呐，哈，那这个处分一定要依法有据，你不能自己延伸喽，因为法律规定就是护照跟户籍哦。陆委会对于已经在中国设有户籍、取得中国户籍的国人取消在台湾的户籍，我想这是符合法治国家的作为。张立泽是中方实施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10项出入境政策了后，第一回伫福建定居的台湾民众。不过陆委会强调，未来陆续有相关的情形都会公布。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北今仔透早，伫咧建国高架一个36岁生出来通缉犯，拒绝临检，佮赛车弄警察，造成2个警察受伤，警察是随开12枪，也一个嫌犯是吊枪。上边有冤叫无转来，也警察这边是强调讲用枪的时机有符合规范。就算警方已经提枪协助，这台拒绝临检的白色轿车依然伫建国高架桥顶悬高速等外冲浪分隔岛，是要害开顶半身，还佫挂伫车窗内底观察的警察。在场有8警力拢提枪，命令嫌犯入车，不过嫌犯无要参，佫冲浪致使员警受伤。其中3员警赶紧开枪阻止，伫连开12枪了后，嫌犯中枪停止步枪。故意伫车内抄到一包安非他命0.97公克，加送是分弹1粒。那2名同仁也分别受有这个6处的这个头部撕裂伤及手部擦受伤，送到这个仁爱医院去救治后，目前是意识是清楚的。那另外那个蔡显的是因为腋下跟腹部中弹，那送往这个台大医院去急救，那最后宣告不治。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我们警察同仁依然坚守岗位，而且当机立断。好，那我也希望警察局接下来不管是在医疗、心理咨商或是法律，都能够全面给予支持。七日透早发生伫大安警分局路检点的冲浪事故，2个员警受伤，嫌犯因为中枪身亡。最近旧检冲浪事故一直传出来，也互用枪司机甲勤务风险备受关注。警察团结推动协会指出，基层员警当值的时阵，除了大胆用枪，也应该有退避的权利，保障生命安全。不要都局限于说警察人员是否英勇或者是如何，而是要去看到说，在劳动法保障体系里面有个概念叫退避权，就是我们应该同时也要接受说，警察人员在执法的时候，或许有时候需要有退避的动作，都是有积极面跟消极面，那去扩大警察人员在执法上的选择。根据了解，嫌犯是一个通缉犯，有毒品甲早期犯罪记录。最近特别理解，嫌犯妈妈做完笔录了后，低调无加讲话，也无清楚后生遭到通缉的代志。警方强调，若家属有任何需求，会尽力配合。公视新闻采访报道。
6月初5，川普甲习近平讲电话讲点半钟，因讲啥物？中国央视报讲习近平是呼吁美国就要慎重处理台湾的问题，避免有一寡台独的人士害中美两国关系愈紧张。也另外针对中国学生签证的问题，川普讲欢迎中国的学生。也中国央视报是安尼报啦，也川普伊本人到底是安怎讲？川普伊讲袂禁止中国学生来美国，毋过就要通过审查。也台湾这部分呢，川普伫咧声明、伫咧访问是一字都无讲到。川普讲伊甲习近平通电话，重点伫咧贸易，未来关系到稀土袂有问题。也美中团队真紧就会搁见面，针对关税搁来谈判。好，哈佛大学讲呢，若无国际学生，哈佛就毋是哈佛。川普就是要针对哈佛。川普禁止外国学生伫未来6个月内入境美国去哈佛读册，或是讲去哈佛参加交流计划。意思就是讲，今年入学哈佛，才会新的国际学生无法度入境。也这条已经是互法官暂时挡落来。毋过未来袂按算，咱台湾已经有入学资格摕到签证的学生，就真烦恼讲说落来会阁有变化。读哈佛上准定名校是真侪人的梦想，对台湾来的文书拄互哈佛录取，都要过去读公话这个领域。不过最近哈佛变作川普征召的对象，像是咧帮资金互冻结，所落来招收外国学生的资格认证，互国土安全部来撤销。这是川普一纸公告，国禁止想要伫哈佛大学读册，还是参加交流计划的外国人，伫6个月内入境。这争议拢互文书申請入學的過程有真侪困難，唯一當安慰的是已經摕到學生簽證。So I'm one of the more lucky ones because I had my visa secured weeks ago before they announced a complete background check to foreigners. I'm sure some people were 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teps. 文书讲，伊本地是一个医护人员，所以伫这段充满无确定性的期間，伊嘛會當選伫台灣恢復大院醫師的培訓，準備相關考試。但是唔管安怎，伊決定要耐心來面對所有的變局。So far, we haven't received any official communication, and if I've learned any lessons so far, it's to stay patient and see how things will play out. So. 外籍學生佔哈佛大學的學生總數是超過1/4。哈佛嘛講，若無國際學生，哈佛就唔是哈佛。針對川普國出新招，哈佛是修改訴訟，佢就要提出異議。波士頓一個聯邦法官嘛以會造成隨發生而且無法度彌補的損害做理由，暫時把這個禁令凍落來。文書敢會當順利去到哈佛，就看爭端當時會當化解。公司新聞張惠敏編譯。全球伊斯蘭國度重要大代志，賣家條件對6月初10開始，有150萬人穆斯林去到沙特阿拉伯。也去年有超過1300人熱死，今仔日是熱到44度。當局就提出新措施，除了派講數千個醫護人員伫咧現場待命，擱伫大清真寺裝全球上大台的冷卻系統，也設400多個降溫的裝置，增加所在，互人來避雨。另外要進入賣家，就要有許可。當局嘛運用科技派無人機呢來掠無許可的信徒，用 AI 來監控人陣，避免講人打死人，就是無愛互舊年的悲劇擱再來發生。高溫甲人電是這段信仰之路的大挑戰，賣家朝拜信徒，唔驚拗熱甲溫滑的地形，天光前就開始往阿拉法特山集合。聽講這是先知穆罕默德最後講道的所在，信徒愛佇阿拉法特山停留到日頭落山。當地溫度超過40度，附近有大型電風噴霧降溫，協助大家長時間祈禱。賣家目前拄啊是高溫的季節，當局已經有事先預告，早起11點到下晡3點是一天當中高溫的時段，因為去年造成超過1300人熱死，其中大部分是無經過授權，欠缺適當的保護甲資源。We started almost 364 days ago. A lot of healthcare workers. Pre-hospital care, ambulances. 沙特阿拉伯政府今年頒布新政策，包括12歲以下囡仔袂使參加，頭一屆參加朝拜人有優先權，已經參加過有限制。這段清真寺有裝全球上大冷卻系統，增設400多個冷卻裝置，佮擴大熱雨的所在，種1萬樟樹仔做環境綠化，人工智慧無人機監控人陣移動，避免相打，以及有官方許可證的信徒會當進入賣家。
下，已经当超过26万个无经过授权的人进入。雕拜对每一个穆斯林来讲，那是经济甲身体条件稳准，一生都爱尽一届雕拜义务。沙特阿拉伯有伊斯兰教上神圣的圣地麦加甲麦地那，由国王担任两座圣寺的守护人。相关的宗教活动也为三国每年带来上百亿美金的收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好，今摆遮雕星的人呢，佮即一项就是塔伊夫的玫瑰花因的玫瑰产品。沙特阿拉伯的农业中心塔伊夫有玫瑰城的封号，就是因为讲遮家家户户拢种玫瑰花也玫瑰花芳，摕来做种种产品，这个品质佮真赞哦，是真受欢迎。当地居民呢，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玫瑰花，这个玫瑰产品。不过呢，这几冬气候变迁来影响哦，唔是可欢，就是做大水。地数讲玫瑰花的这个产量减少，冲击到在地的收入。中东心脏沙特阿拉伯的农业中心塔伊夫所在一个海拔1879公尺的山顶，互人叫做玫瑰城。因为遮有800座花卉农场，内面拢是种玫瑰花，一年的产量有3亿蕊。沙特阿拉伯的天气，规年冬天拢是热搁干燥，雨正少。塔伊夫伫咧悬海拔，天气较凉，正适合种玫瑰花。因种的品种是香气正高的大马士革玫瑰花，花色是浅粉红色，是大家公认上优质的玫瑰花。والله انا قلت لك بطلع من حدود في السنه الى 5 مليون 6 مليون بطلع لك في اليوم。塔伊夫的玫瑰花主要是摕来做精油，若是用积水法，差不多要3500公斤，就是105万蕊玫瑰花，才能结出1公斤的精油。若是用塔伊夫的年产量来算，一年差不多会当生产286公斤的玫瑰精油。这若甲东南欧的保加利亚比，无算多，因为保加利亚提炼的玫瑰精油，一年差不多4000公斤，占全世界总产量的70%。虽然沙特阿拉伯甲玫瑰花相关的产品出口有限，在2023年只个那1.4亿美金，代表42亿，不过是塔伊夫重要的收入来源。بالنسبة لدهن الورد الطائفي هو متميز عن جميع أنواع الورد في العالم وسبق وأنا قلت الكلام هذا. أنا زرت تركيا، زرت المغرب، لقيت فيها ورد شبيه الورد نفسه، نفس الشجرة، نفس الورقة، نفس الزهرة، إنما الرائحة تختلف اختلاف كلي عن الورد الطائفي. 塔伊夫离圣城麦加只个那100公里，所以生产的玫瑰产品正受朝圣者欢迎。塔伊夫的玫瑰水也用来洗麦加大清净寺的饼，不过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沙特阿拉伯的热天温度有到49度，甚至更加悬，冬天要38度。本来一年的降雨量只个那100到200毫米，去年煞落大雨做大水，农作物损失真惨重。فيه العام واللي قبل العام فيه مزارع قضى عليها الوردة كاملة ما أخذوا منها ولا حبة。气候变迁造成的危机，也和土壤盐基化的速度变紧，因为这温度一直创新高纪录，天气干燥蒸发的作用较强，水拢无去，和土壤内面的盐分伤悬，钠的含量伤过多，玫瑰较无法度吸收铁、锌、磷这款营养素，较袂大，产量就变少。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武欣，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会。